邦桥幼稚园饲药案件，36个囡仔头毛拢无验着禁药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都是政治人物乌白西话造恶，制造社会冲突，害家长对老师未信任。那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，新北市府应该公开所有的资料，建立幼稚园甲家长的信任。在幼儿园的事件发生以后，那新北市政府做了裁罚，甚至把幼儿园撤照，把所有的其他的幼童安置到这个其他的幼儿园去。那我想这应该把所有的资料都摊在阳光下，才能够建立起幼儿园跟家长的信赖，同时也能够保护孩童的健康。那侯友宜办公室是要求赖清德的提名，要伫24点钟内回室内，若无会甲赖清德，阁有新北市议员戴伟山提告个因家长诽谤。